處理回收呢件事唔係淨係靠技術可以提升就 OK 噶嘛，咁都要個人嘅心態噶嘛。長久以嚟，可能回收或者環保呢個理念咧，其實喺香港可能都比較慢啲啦，比起其他地區。咁所以去教育啲人，可能由小朋友開始話俾佢聽有呢個咁樣嘅理念，到佢10年後、20年後變成佢都係社會嘅一份子嘅時候，佢去幫手做推廣，咁就會更加容易嗰個技術嘅進步咯。平時用完嘅塑膠都會覺得廉價、低劣、即棄，點先做到有意思嘅作品？有冇諗過眼前呢啲膠除咗去堆填，仲可以點處理呢？今集就有間設計公司將塑膠變做一件又一件有趣嘅珍寶。大家好啦，我係 Ian 啦，我係交 Up Design Studio 嘅共同創辦人。咁我哋交 Up 其實就係做用塑膠去做一個媒介，或者係用回收呢個理念去做一個媒介，透過設計點樣去將回收結合埋一齊。其實我哋一開始嘅起源咧，都係一個機緣巧合。可能讀書嘅時候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實驗，落手做好多唔同嘅模型咁，但係去到做則樓嘅時候就比較悶啲啦，對住電腦，最多可能落下地盤。咁所以喺公餘時間就想有啲落手做嘅機會。咁機緣巧合見到外國有一個設計師去將一啲嘅升級再造或者回收嘅機器，將佢迷你化，亦都想將佢推廣去喺社區度可以發生得到，俾多啲人見得到回收嘅過程。開始慢慢做到啲機器，亦都需要有塑膠材料啦，咁我哋就開始收集唔同嘅塑膠材料，慢慢就變成發覺原來香港嘅塑膠垃圾其實個議題係都好嚴重，係啦，回收率好低啦，好多啲回收嘅膠料係冇分類好啦，甚至乎可能俾人覺得所有回收嘅膠料都係可能掉去堆填區嘅咁，所以我哋就發覺由出發點係想做 DIY 嘅機器，到慢慢變成對於環境、對於塑膠垃圾呢個議題更加關注，咁所以就慢慢成立咗我哋而家嘅 studio， 透過可能做唔同嘅產品設計，做唔同嘅企業嘅計劃，亦都去希望推廣多啲唔同嘅教育，咁就令到俾更加多人知道，其實升級再造或者係回收唔係一啲好難或者好遠距離嘅事咯。其實做設計或者係讀設計咧，其實已經會製造好多垃圾，邊一科嘅設計都會係，因為需要做好多實驗，好多唔同嘅模型。就算做可能到時裝設計，咁佢都可能需要買好多唔同布料去試一啲理念出嚟，試一啲功課咁樣。所以其實喺日常生活中，無論係設計好，定係喺讀書嘅時候好，定係喺做緊一個則樓都好嘅，喺地盤都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浪費。咁呢啲可能係一啲契機去諗到慢慢去做呢樣嘢，但係始終個出發點一開始一定唔會係有一個咁嘅理念先。我諗可能好大部分人都唔會一開始對於一個環境保育或者可能回收嘅諗法係咁強烈咯。其實都可能真係會慢慢由生活中開始見得到一啲議題，先至會開始關注。作為設計公司，可以做到幾多回收嘅工作？我哋因為始終係一個細嘅 studio 啦，我哋嘅力量都有限，所以我哋都唔可能可以做得晒成個回收鏈上面需要嘅過程。可能一啲嘅運輸 logistic， 可能一啲嘅分類，甚至乎可能一啲大嘅廠房先至可以做得到一啲破碎嘅步驟咧。其實我哋都係會同唔同嘅回收前輩去合作，亦都會同唔同嘅社福機構去做合作。咁可能一啲庇護工場會幫我哋做一啲分類啦，將可能唔同顏色嘅樽蓋幫我哋分做同一款式嘅。咁我哋就自己做破碎之後，就有一啲原材料 stock 到喺公司咁。咁可能我哋需要一啲好似畫畫咁係大量需要白色啊、黑色啊呢啲咁樣嘅料咧，咁亦都有一啲嘅回收前輩，可能佢哋本身工廠已經係每一日都會開機喺香港度收集唔同嘅回收物咁變咗佢哋可能係出口啲回收嘅料之餘咧，可能有一啲留俾我哋去做唔同嘅創作，咁先至可以 keep 住去營運得到一個 studio 咯。我諗喺我哋開始一個新嘅
項目之前咧，我哋可能同client 去傾嘅時候咧，首先我哋一定會講到明就係嗰個所謂叫 MOQ 啦。其他需要 MOQ 嘅就係因為個金額要大啲先至可以做得到呢個生意。咁但係我哋提出嘅 MOQ 係想可以好好利用佢哋可能做出嚟嘅一個模，係因為做一個模出嚟，其實如果用得嗰10次8次嘅都係浪費嘅，所以我哋就會盡量希望做出嚟嗰個模具都可以用得多啲。咁喺設計上可能就會變成我哋喺入邊係盡量未必會擺年份嘅，可能係每一年其實佢都可能換個顏色，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嗰一年嘅主題嘅紀念品咁。咁呢啲都會係喺唔同嘅項目上高去盡量喺每一個環節上高都配合得到，一定會係對於嗰個理解上係有落差嘅，因為其實喺好傳統，佢哋可能做 procurement 去買唔同嘅紀念品啊、唔同嘅產品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概念上高係，我買咁我做到點樣天花龍鳳咁都得㗎嘛咁。咁但係如果我哋去做一啲咁樣嘅接洽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同佢講背後嘅故事係最緊要嘅，係可能個背後故事係用到啲乜嘢顏色嘅塑膠垃圾，係代表緊香港一啲回收物，可能係做出嚟嗰個產品係，就算個設計比較簡單，但係成件事可以同佢哋同事去有互動嘅，可能係喺佢哋嘅辦公室度去回收嘅回收物造成嘅一啲升級再造紀念品嘅。咁呢一個故事點樣去表達，其實係緊要過出嚟嗰件產品。咁所以我哋盡量都係會用呢個方向去同佢哋去傾，咁令到佢哋知道其實升級再造嗰個嘅限制，或者係同我哋去合作嘅時候，背後嗰個意義係啲乜嘢？我哋而家身處嘅環境就係我哋嘅寫字樓啦，或者我哋嘅 studio 啦叫做，咁同事會坐喺度可能做唔同嘅設計啦，做創作啦。我哋會喺度做唔同嘅 prototype， 即係因為我哋每做一件產品，就算係一件細嘅產品，可能就算 3D printing 都好，咁都會係需要可能有啲落手去修改嘅位。咁所以呢度係比較似一個實驗室嘅空間。其次就係一個工作坊，亦都會俾唔同嘅 B2B 又好，可能一啲公眾嘅工作坊都會可以上嚟喺度做升級再造嘅工作坊。喺呢個空間咧，我哋最主要就一定有我哋嘅注塑機啦，有我哋嘅破碎機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可能壓板嘅機啦，細嘅壓板機，同埋可能係3D 打印嘅機。咁亦都全部係可以用唔同嘅塑膠垃圾去做。例如可能我哋做3D 打印，我哋就會用個樽身，可能唔同飲品嘅透明嘅樽身啦。咁至於個樽蓋，我哋就可能會破碎完之後做注塑啦，甚至乎可能做一啲細嘅版畫咁樣去形式去做。其實如果喺香港做分類塑膠垃圾咧，主要有分到1至7號啦，咁我哋最主要用到嘅就係2號、5號同埋1號啦，係啦。咁2號就係一啲嘅樽蓋啦，可能洗頭水樽或者沖涼液樽都會係多係用2號膠去做。咁另外5號膠咧，咁就可能係一啲口罩啦、一啲外賣飯盒啦，甚至乎我哋有啲即棄嗰啲嘅隱形眼鏡個 con 殼咧，其實都會係用到5號膠去做。咁至於1號膠就係最常見，我哋飲品樽個樽身就會係主要用1號膠咯。由一開始我哋一個興趣小組，慢慢發展到變成一個設計工作室，咁亦都開始而家係再去下一步，就係想將呢一個設計同埋工作坊係擺埋喺同一個基地度，另一個生產嘅基地就會係廠房。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可以做得到，可能我哋會做唔同嘅設計、唔同嘅工作坊嘅同時，生產亦都可以係規範化同埋可以量產。我哋生產嘅廠房咧就設立咗喺另一個地方啦，咁都係喺香港，咁但係就會專注去做唔同嘅生產，希望可以交到俾更加多嘅設計師去應用呢個升級再造嘅產品。喺公司嘅設計項目同個人嘅設計創作上，回收行動所帶來嘅得着。商業合作上，佢哋第一次去接觸嘅時候，可能對於我哋係做緊啲乜嘢係比較模糊。但係原來我哋做出嚟嗰個嘅產品係咁色彩繽紛，或者係嗰個背後嘅意思嘅意義係咁大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可能每年總會可以有一啲嘅活動、一啲嘅企劃可以揾埋我哋一齊參與。咁呢啲其實就會可以做得到一個持續性地可以同佢哋合作，做多啲唔同嘅產品出嚟俾其他公眾睇得到咁樣。咁可能如果係做社區參與上，可能係做工作坊，或者可能我哋去一啲大型嘅展覽上高咧，
其實可能公眾接觸得到嘅呢啲產品咧，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好新奇，因為佢哋可能就算去做回收都好，其實回收之後嘅過程佢哋都好難見得到。可能點樣去將個回收物破碎變成原材料，再做注塑變成產品咁。佢哋如果係喺工作坊度或者可能一啲活動上見得到我哋，亦都參與得到咧，其實佢哋嗰個想像係可能會更加大，而佢哋往後可以去持續地去做回收呢一個習慣咧，其實個誘因都會再大好多咯。呢個 project 咧，其實就係我哋同八大院校嘅合作啦，因為有一個嘅企劃咧，係賽馬會提供資助喺八大院校度做一啲可以重用嘅飯盒。咁佢哋個飯盒其實同學仔可能用咗都幾年啦，所以有啲飯盒退役啦。咁退咗役之後啲飯盒點算呢？咁我哋就幫手接收咗破碎，然後變成一啲原材料，做翻一啲咁樣嘅紀念品。咁呢一個都係第一個版本啦。咁其實之後我哋後續就再有做唔同嘅產品，例如就呢一個餐具套裝啦，咁就係匙羹同埋筷子咁。所以呢一個 project 咧都比較特別，因為係同八大院校佢哋同學仔去有一個更加近距離嘅互動。咁其次可能就好似呢一個同葵涌嘅一個貨櫃碼頭合作啦。其實佢哋呢一個咧就係用到佢哋一個集團嘅理念，咁就可能同人嘅互動、地球嘅保育，可能係海洋嘅保育，可能森林嘅保育。咁其實就係幫佢哋將佢哋一啲嘅企業嘅形象 logo 咧，變成一個襟針咁樣嘅一個章。呢個章咧其實就係佢哋 internal 同事去用，但係就會發散去俾世界各地唔同嘅分公司嘅同事。佢哋一去到做開 conference 嘅時候咧，去開世界會議嘅時候，就會變成每人都帶住喺個心口度一個象徵咁樣嘅一個產品。咁呢個係已經推廣到唔淨止係本地咯，係世界各地嘅分公司嘅同事都會孭住呢個章咯。我哋今朝去咗我哋嘅設計部門，同埋去咗我哋嘅工作坊嘅基地啦。咁我哋而家鏡頭一轉嚟到我哋喺屯門嘅生產廠房。咁呢位係我哋生產廠房嘅同事 Charles 啦。喺呢一度咧就會做一個大批量嘅生產唔同嘅膠板，係啦。咁膠板我哋個尺寸就1.2米乘1.2米，咁就我哋做唔同嘅家私唔同嘅創作。屯門呢邊我哋叫做宜高再生板材有限公司啦。其實我哋呢間公司或者呢個工場都係將唔同類型回收翻嚟嘅物料咧，去壓成唔同類型嘅板材。咁當中涉及唔同嘅配方啦等等。咁我哋有幾件事會喺呢個工場度發生，轉頭都會去做示範嘅，包括破碎嘅工作啦。另外一啲材料預備嘅工作啦，同埋最緊要就係嗰個熱壓同冷壓嘅工作，都會喺我哋身後嘅機器度發生嘅。係啦，咁我哋會用到嘅材料咧，其實都準備咗，今日亦都會做示範嘅。分別有呢種回收翻嚟拉咗粒嘅原生物料啦，通常就會係 PP 或者 HDPE。另外一種啦，就純粹破碎嘅，你見到形狀會有啲唔同，但係佢可以有顏色，有唔同嘅特性，撈埋落去嘅時候咧，佢會有啲唔同類型嘅效果。而呢啲嘅效果咧，可以做到一啲台面啊、凳啊，咁就去實現翻交 Up Studio 佢哋嘅一啲唔同嘅設計啊，同埋唔同嘅應用咁樣嘅。下一步我哋就會可以做到唔同嘅家私啦。我哋最應用得最多嘅就係一啲台面嘅面板啦，其次可能係一啲室內設計用到嘅裝飾嘅面板，可能一啲特色牆，或者可能一啲裝置藝術，可能吊喺天花嘅一啲特色藝術作品咁樣，我哋都會用到呢啲咁樣嘅板材去做。例如我哋有一次係會做一個系列嘅學生凳啦，用唔同顏色嘅配方去做。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建築雙年展，我哋其中一個參展嘅團體，咁所以佢係一個參展作品嚟啦。咁用到差唔多大概20種嘅唔同配方嘅顏色啦。其次我哋應用得最多就係一啲家私嘅應用。咁但係我哋都係交貨俾可能唔同嘅室內設計公司啦，可能交俾銀行啦，交俾啲公營機構，佢哋去做一個大規模嘅
辦公室翻新嘅時候咧，想去揾一啲可持續嘅物料嘅時候，就會揾到我哋。咁就希望將呢一種再生物料可以廣泛地應用喺唔同場景度。其實咧，我哋如果做完板材出嚟咧，可以做電腦嘅切割啦，可以應用喺唔同嘅場景，例如可能做一副眼鏡，可能做一啲嘅招牌，咁都可以用到電腦切割技術去做切出嚟唔同嘅效果。我哋而家可以開始去示範點樣去再重新唔同嘅塑膠垃圾變成再生嘅膠板啦。我哋平時喺唔同嘅機構度收集翻嚟嘅膠樽或者樽蓋咧，其實我哋就會經過破碎嘅過程啦。因為我哋收集翻嚟，就算我哋同佢哋合作開嘅一啲庇護工場咧，佢都只係會幫我哋將啲膠料分類、分顏色，係啦，最多清洗乾淨。咁但係到破碎嗰步驟咧，都係由我哋去自己處理翻嘅。準備好晒之後啦，其實我哋會根據嚟緊我哋嘅目標規格，係啦，我哋要做幾厚啦，個花紋有幾咁密集啊、疏落啊，而去定我哋要點樣做啦。以今日我哋做嘅示範為例咧，我哋會準備28公斤嘅白色物料，同埋就320克嘅一啲碎花。呢度就已經準備咗28公斤嘅再生物料啦，咁就白色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裝320克嘅彩色物料啦。咁就去再撈起佢嘅。咁我哋磅完之後啦，就會將呢啲物料倒落去呢個撈料機入邊。咁頭先我哋磅咗320克嘅彩色樽蓋料啦，咁我哋而家就會連埋呢啲樽蓋料咧，加埋落去我哋白色嘅 HDPE 回收料度，變成我哋焗板材嘅原材料啦。好，咁經過幾次嘅翻滾啊，同埋混合之後咧，其實我哋就會將啲物料倒出嚟，就會開始下一個工作啦。咁頭先就已經喺個半料機度將彩色嘅樽蓋連埋白色嘅料撈埋咗一齊啦。咁而家我哋就要將所有混好咗嘅料咧放入呢個模框度啦。好啦，咁我哋下一步咧就會將呢座小山丘啦燙翻平。咁就我哋最後咧就要冚翻面嗰塊嘅不鏽鋼板。準備好嘅模樣啦，就送入去呢個熱壓機入邊嘅。好嗱，咁啊送咗個物料入去熱壓機之後咧，其實我哋就會向下施壓啦，大約就100噸左右嘅力，同埋就200度左右嘅溫度咧，大約保持住1至到2小時左右，視乎翻物料嘅厚度啦，同埋特性啦，同埋就冷卻過夜之後咧，我哋就會得到個成品嘅啦。咁啊，啱啱放完物料啦，我哋做咗加熱同加壓嘅動作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依家就有個完成品，我哋就會將個完成品攞出嚟㗎啦。OK。好啦，咁啊攞出嚟之後咧，其實會見到塊板材會有少少嘅收縮啦，但係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完成咗嘅效果，就已經將個320克嘅彩色料啦，同埋白色料撈好晒嘅時候，其實做咗一啲獨一無二嘅 pattern 出嚟嘅。依家咧仲有一啲後處理嘅工作要做，包括可能係簡單嘅清潔啦，甚至乎進一步嘅打磨啊、光面瓦面嘅處理啊，其實先至可以交俾一啲裝修公司或者叫 end user 咧去到再做應用嘅。OK， 咁啊製作完成之後啦，我哋通常就會做咗一批嘅1米2乘1米2，亦都即係4尺4尺嘅板材啦。咁除咗啱啱展示嘅白色材料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有唔同顏色嘅物料去供應啦。咁當然都取決於回收翻嚟嘅時候嗰個物料嘅顏色啊、狀態啊，而去判斷適合做幾厚同做咩規格嘅。出嚟嘅完成品咧，我哋都有數位控床 CNC 嘅技術去界成唔同嘅形狀，可以係4方，可以係圓形，可以係唔同嘅形狀。
去做翻啲唔同類型嘅應用啊等等嘅。我哋交噏嘅願景其實有第一個階段已經都達成到啦，因為一開始我哋由一個公餘嘅興趣小組，到變成一個設計工作室，亦都自己去做晒所有嘅生產，到而家呢一個25年揾到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再去做一個板材供應嘅公司，咁希望將呢個板材嘅供應可以擴充擴展俾唔同嘅設計師去用啦。咁其實都已經係成功達成到第一個階段嘅願景。我諗再之後，我哋希望嘅係可以再將塑膠呢個原材料可以俾唔同嘅市民都會接觸得到。可能係一啲有趣嘅產品，可能係一啲日常生活見到嘅產品，可能係喺街邊度等巴士嘅時候見得到嘅一啲公用傢俬。咁希望我哋會喺日常生活中再多啲嘅機會可以有曝光，俾到唔同嘅人了解呢一種物料嘅可塑性。我諗喺回收或者係環境保育啦，呢一個議題上高嗰個光譜係非常闊嘅，係啦，由可能好 hardcore 嘅超級環保，係啦，冷氣都唔開嘅，咁亦都可能有啲係日常生活，盡量買少啲即棄飲品，盡量可能去做到回收，甚至乎可能佢係慳電啲嘅，咁其實都可能已經係每人行到一小步，先至可以促成得到成個環境可以更加美好。所以我相信我哋做嘅一啲努力啦，或者我哋一路喺度推廣嘅嘢係唔會白費，而亦都希望我哋呢個嘅經歷或者我哋嘅經驗係可以令到我哋嘅下一代會更加對於我哋而家做緊嘅嘢，或者做緊可持續發展嘅方向嘅一啲工作係會更加深入了解，同埋會同我哋一齊去促成更加多嘅可能性。原來香港都有設計公司專做呢啲 upcycling， 佢哋將舊塑膠解構再造，變做獨一無二嘅作品，唔單止環保，仲係創意爆發。由今日開始，塑膠廢料可以唔再係負擔，都可以成為你嘅創意燃料。大家都可以得閒參加下呢啲工作坊啊！